到了现代中译本，可能大家会比较读得懂啊。那我们一起来读。请趁着你年轻时，要记住你的创造主。趁着衰老的日未到，你还没有说活着毫无意思，而太阳、月亮、星辰还没有失去光辉，雨后的云彩尚未消逝时，你要记住它。时候将到，你的手臂要发抖，强健的腿无力，你的牙齿只剩几颗，难以咀嚼，你的眼睛昏花，视线模糊不清，你的耳朵聋了，听不见街上的吵闹，推磨或歌唱的声音你听不到，但麻雀出场你就醒来。人怕高处，路上有金光。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你爬上高处，走路也有危险，你的头发斑白，精力衰败，性欲断绝，再也不能挽回了。我们都向着最后的归宿离去了。那时候，街上将有哀嚎的声音。我们的身体将归回尘土，我们的气息将归回赐生命的上帝。空虚，空虚，传道者说，一切都是空虚。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传道书的大结局啊。不晓得你这个7月份你有完全跟上没有？传道书是关于死亡的诗。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大结局就是要让它变为生命的诗。传道诗一开始有说，天下万事都有定期，都有上帝特定的时间，生有时，死有时。我们知道，在战争困苦、物质缺乏的地方，不是说年代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其他国家，不管生活多么的苦，只要人有一口气，人就会想办法把它活下来。总是觉得活着就有希望。可是我们看到如今的台湾，在一个富裕的年代，却有很多的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道要飞到哪里。人活着又如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一直不断被这个世界所辖制。许多人活得辛苦，压力大，没有方向，失去活下去的意义。许多人动起了轻生的念头。反而，死亡成为这时代某一些人的盼望。活下来是盼望，但是有一些人觉得死是盼望，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情况。可是当我们安静下来去思考，现在的坊间很多书都叫我们要安静下来。当我们静下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死亡如影跟随着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棺材装的是死人，而不是老人。尤其是现在的交通混乱，人心险恶，意外事件增多，又加上全球的气候的变迁，很多地方太冷，冷死了；最近有些地方又太热，热死了。照讲纬度比我们高的韩国，他们竟然温度比我们台湾还高。文明的病痛越来越严重，每一个人都身心都遭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不分大人，不分小孩。有句话这么说：“未知生，焉知死。”人要好好的活下去，有时候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又有谁无聊想要去了解死去的世界呢？尤其是我们华人受传统的影响，我们忌讳谈死。怕说了会有厄运，怕说了不吉利。社会上不敢讲死，这个说得过去，因为大家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是如果连在教会里面，死对大家却也是陌生的。我们常除了告别式上面，其他的时间我们很少知道死，也很少认识死。可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谈死的经文比谈信心、谈盼望的经文其实还多的。但是，一般人
大家都喜欢想听到丰盛、成功、幸福，没有人希望死，因为一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因为死了解不多，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只能怎么样？我们只能哭，我们只能伤心，因为我们的心被撕裂。我们跟我们的爱人、跟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关系要永远的断绝。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死亡不了解。许多基督徒也一样，没办法接受死亡突然的来临。如果这当中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离开，那更是情何以堪？受死亡的打击，很多人很长的时间走不出来，只能怎样自暴自弃，甚至最后离开教会，离开上帝。可是我们知道，当人没有了上帝，生命实际上其实和死的人是没有两样的，是活着的死人。死亡对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是惊慌、是恐怖的事情，但是死亡帮助基督徒思考，我们要珍惜主耶稣所赏赐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要欢欢喜喜享受我们每一天我们劳碌得来的一个福气。因为对基督徒来讲，主耶稣已经战胜死亡，死亡帮助我们跨越，死亡帮助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们永生的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世上的时刻是短暂的，只有天上的时刻才是永恒的。就如今天经文12章第7节所说的，我们的身体将归还尘土，我们的气息将归回赐生命的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刚后耽误一点时间上来跟大家一起祷告，就是在下面，我们知道我们这2个礼拜来了一个新的朋友，他们是做殡葬业的，殡葬业的，他就跟我分享他怎么会跑来教会的一个状况，因为他这个当中他参与了几个基督徒的葬礼，所以他带着他的儿子来到教会。死亡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其实差异是很大的。人饥饿并不是因为没有饼吃，人口渴并不是没有水喝，是因为内心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将会从今年开始推动每一天的读经、灵修运动。我们来教会最重要就是要读经灵修。7月份如果有点按照进度在跑，我们7月份整个7月份都在读传道书。我们这些新少训，你们提早修了研究所的课，这是生命的课。这个在大学也不会修，这个要出社会之后才会修。其实也不是，有的人从小他就开始修这门课，有的人从小他的家境，他就碰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苦难。我想，我们大家读完传道书，对生命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看法。当然最有印象的是哪一句话？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希望我们今天的大学习不会再是虚空。我们今天要通过传道书12章1到8节，当我们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寻找、来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一生就不会再是虚空，而是充满了盼望。我们再放一下经文第3节开始。时间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杀手。时间帮我们从年轻人很快的时间，当你一回头一眨眼的时候，你已经年老，你已经过半百，你已经中年。传道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我要多戴一副眼镜。这不是道具啊！你们知道传道传道的那个字体一般都12嘛传道弄到16，为什么？我如果弄12，我看不到这边；可是我如果要看这边，我又看不到大家所以我要弄到16。那平常看书的时候，我用这副眼镜我也看不到，我要另外一副眼镜我才看得到。光影开始了吗？有老花眼吗？你有没有？你还没有传道也不晓得，去读完神学院突然开始看不到。今天3到
12章3到6节就是在传讲一个人从年轻过渡到老的时候，突然你就感受到，首先第一个就开始有白头发，突然白头发出现。我不晓得我什么时候突然白头发出现，还会在笑，还会有白头发吗？突然有白头发出现，然后呢，突然耳朵开始听不太清楚，就看耳朵听不到，然后你呢开始有皱纹，尤其是女生可能会很在意，开始有皱纹。接下来呢，你的牙齿开始慢慢的掉，最后被掉到不见。还有呢，手身的机关会改变。开始你说话，你觉得老人家说话有气无力，你讲大声一点，我听不清楚。然后开始手臂起不太起来。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很多的爷爷阿嬤都是这样子，然后脚呢没有力行走，甚至像这么光滑的地板，他会害怕，他不敢走，他会怕滑倒。有一些老人家甚至什么呀，睡觉还没天亮他就起来，为什么？睡不着。当迈入老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怎么样？你可能父母亲晚上常常起来上厕所，为什么？频尿。这是一个老化的现象。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这样一个身体，那个身体。你们现在还年轻，但是传道觉得时间很快。传道也是有一天突然就开始要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建成教会我们等一下还要打篮球，我们下礼拜有2场篮球比赛。传道去年是打第一队第一队是甲组的，甲组接第一队今年我被那个2队的领队高脚挖心到2队，我高脚挖心到2队要来协助你们协助你们我本来期望我在打篮球的时候可以大显身手。我想应该没问题，我心里面都想着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多神准体力多好。可是打了这2次下来我对2队很抱歉传到一上去没多久奇怪腿就没什么力觉得头应该可以，奇怪力气就差了一点，然后非常喘最可能是还有一个人跑到我这边帮我按摩，传道你也可以的，就是现在刚进来定性。传道你可以的，打不错，等一下继续上场一直鼓励我那个我们的教练博彦跟我讲说，还可不可以上去？我说好，就上去。很多的动作，很多的体力，传道其实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其实也想想，我以前也是一个战将，可是怎么这么快一个时光里面，我就这么不行？时间就是这么恐怖，正确对人来说，对一个半百的人，我今年49岁，你生命开始走下坡，走往死亡前的一个现象。死亡的丧钟其实随时在我们身边敲起。其实死亡不是对老人敲起，死亡尤其在现今，死亡对我们每一个人敲起。如诗篇90篇10节所说的。我们的一生的年岁不过70岁，健壮的可能到80岁，但所得的只是劳苦愁烦，生命转世即逝，我们都要成为过去。人的一生是用飞的在跑，用飞的在过。换个角度来想，这一段经文到底在描写只是老人家吗？人的一生吗？它甚至是描述我们目前的生命情况。可是你现在目前的生命情况是不是这样子？甚至它最主要是描述我们信仰群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光景。我们信仰属灵的光景是不是如常常有一句话这么说，就是1代清，2代明，3代无我名，4代立恰后名，在描述信仰群体里面它的堕落、它的传承的不利。以至于教会里面虽然在聚会，虽然在做礼拜，但是基督的真理一直没办法传承下去。信仰除了是群体性，当然也是个人性。我们是否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冷又不热、做着礼拜的一个基督徒，而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传道书12章1节说：“趁着你年轻的时候，要记住你的创造主；趁着衰老的年日未到，你还没有说活着。”
毫无意义。在场的人说，谁会说活着毫无意义？觉得活着很有意义的人举手。有人没举手，这些人是怎么样？活着而已。好，大家都蛮有意义的。反倒在服侍银华族播出兵的里面，碰到很多老人家，有的被推着轮椅进来的，有的走进来了。很多人跟我说，传道，我觉得我的身体，我现在的状况是家人的包袱。老人家他觉得他是包袱，反正听的心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难过。年轻代表有活力、有生命力，传道者鼓励我们要趁着我们生命还有气息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要紧紧抓住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认识他、敬畏他，让神成为我们一辈子的依靠。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上个礼拜，金明的阿嬷还跟我们一起很开心的在做礼拜。下午，孝顺的金明还带了阿嬷去喝下午茶。这边的阿嬷是眼睛看不到，我觉得我们教会很可爱，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人还可以炒菜、煮饭然后把家里弄得很干净，还可以抚养一大堆的人长大儿子还读博士的，真的，我觉得这个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金明的阿嬷也是这样的一家族，我们看金明对阿嬷，当然阿嬷已经好一阵子，身体不太舒服，但是他总是希望来教会做礼拜。有一次我跟牧师去龙总，淡水马街看他的时候，听到牧师来了，他就本来睡着没声音，听到牧师来了，好开心哇！牧师，我好喜欢你来看我，好想你来看我。他对信仰是那么的追求，是我身体不好，他还是来做礼拜。就在隔天清晨的时候，面带着笑容被上帝接走，他息了世间的劳苦。我们谁还有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要如何趁着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来寻找我们的上帝呢？来认识他呢？这也是目前普遍台湾教会共同的问题。在这20-30年来，台湾的教会为了要复兴教会，觉得教会长老，尤其是长老教会，觉得要复兴教会，大举去韩国、去新加坡学了很多的一个复兴教会的方法。但是因为国情不同，我觉得普遍的教会效果都不好。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书15章5节，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里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连结于耶稣基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信仰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在外围观看，在基督里面，意思就是我们要投入，因为在外面的观看的角度有限，无法真正知道这个信仰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以为信仰就只是这样子，时间久了你就觉得信仰不就是这样子，慢慢的你就会心灰意冷离开。传道讲一个，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那我们招新人那是一个国立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考试也真的很好，民法法规什么都，我们之前训练他都很好。然后我跟他讲，等下我带你去拜访一个客户，但是要由你跟他讲，然后我大概跟他讲怎么讲，他思考逻辑的，没问题，那我就带他去。一到门口，第一个动作他就不敢做了，叫他按电铃。有人不敢按电铃吗？谁不敢按电铃？大家都敢嘛？叮咚，陌生办法叮咚，好，他不敢，好，我就帮他按了，然后我们就进去了，然后进去就跟客户讲，他一坐下来跟他演练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讲不出话来了。这个到底在说什么？当然后来这个人，我们有在，多做了几次，就慢慢比较熟练。很多信仰就是这样子，不是纸上谈兵，你知道就好。很多事情你要去碰了，你才知道，你才知道修正，你才知道了解里面的状况。
你才知道人是活的。信仰也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到这个，要往里面挖，我们要投入这个信仰。有一句话说，越服侍越甘甜的意义，就是帮助我们要持守委身在教会里面的学习跟服侍。虽然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开心的，但是也会让人很伤心掉眼泪。那个人好难相处，那个人怎么样？但真实的信仰旅程其实就是这样交织着，不是每天都晴天都雨天的，就是有晴天跟雨天交织的才是真正的信仰。婚姻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从小，老实讲，我觉得对于婚姻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美满的，因为我父母亲从来没在我面前吵过架。我一直觉得婚姻应该就是哇，白雪公主这样的。当我走进婚姻之后，我才觉得，婚姻不是那么简单，会吵架的，要沟通的，要协调的，不是想象那么单纯的。信仰也是一样，信仰你要踏入，你要积极投入在当中，服侍在当中。当遇到好的时候，我们要满心感谢神；遇到坏的时候，我们要忍耐祈祷。我们要学习接受人的关心，我们要主动学习去关心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要坚持，不管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就是不离开这个信仰。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持续越委身服侍，参与在教会的服侍的时候，不管是平常的读经灵修，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就会经历圣灵，并看见超自然事情的发生。因为当我们与圣灵同工，神迹奇事就会发生，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不用到韩国，我们其实不用到美国，我们不用到新加坡去学什么东西。圣经明明就是里面的东西，它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与主同工的时候，当我们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迹奇事的发生是正常的。我们的生命将会彻底的改变，被翻转，结出许多丰盛的果子。牧师跟传道来到建成教会服侍，正式迈向第2年，大家没很开心。第2年，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其实真的感觉也认识很久了啊。有许多弟兄姐妹跟我们说，建成教会不一样，其实大家应该也都觉得不一样。最大的改变就是觉得建成教会的气氛不一样了，或者年轻人觉得，老人家也这么觉得。但是我要说的，不是因为牧师传道来，是因为有上帝爱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动起来了，主动投入各教会的服事跟学习。回顾这1年，传道举一项事工，我们来见证：当我们愿意同心投入的时候，上帝就亲自帮我们展现神迹给我们看。第一个就是爱餐。当我们在去年年度事工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都到圣灵的感动，觉得看到很多老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长辈们，每次周完礼拜，然后就离开了。那看到他们孤孤单单的背影走回家的时候，他觉得很难过，然后觉得至少应该先留下来，吃个便饭，吃个简单的面食或饭。大家互相的关心，彼此聊天，这样才是一个教会，一个团契。长执会后来也同意，我们就开始我们就尝试。可是我们知道，爱宴这种东西，又希望每个礼拜，那个是很恐怖的事情。每个礼拜，你们知道要多少事前的准备吗？首先，我们要叫菜。礼拜六菜商早上会送过来，传道一定要开门。下午就有一些服侍的姐妹，她们要来捡菜、洗菜、切菜。隔天服侍的人员一大早就要来料理。这个当中其实为了菜钱为了吃饭的的人，可是数量很难抓。这个当中也有一些人有出现不一样的一个声音。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长辈，他们一边吃一边有说有笑的时候，而且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长辈几乎都留下来吃，因为他们的心被关心。
同工们因为这样也被激励，我们愿意继续服侍下去。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为了爱餐在奉献。我们本来是要试办半年的，但是我们现在愿意一直做下去，因为我们在这当中看到的不只是一顿饭，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有钱出钱，有人出力，有人流汗。集合起来料理的这个是什么宴？这是天国的爱宴。感谢主，这个是我们以前其实我们在当初要推这个时候，我没办法想象得到。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每次吃爱餐，在下面吃饭的时候，我们好多长辈都很开心。我们青少期其实我们很感谢来他们也很关心你们大家。现在我们煮爱餐的人看到我们都会下去吃，他们很开心。这是一个天国的爱宴，这个画面应该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蔓延。弟兄姐妹，今天是庆祝父亲节的特别感恩礼拜，也谢谢你们刚刚的表演牧师没看到，好感人我们儿童主日学，然后我们青少年的真的是很感人的一个画面上帝特别通过今天的经文，要送给我们在座一个人一个大礼物。虽然我们没办法决定我们生命的长度，甚至连身体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越来越衰退，这是我们人的限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经要走的一条路，一直到死亡。但只要我们还有口气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不管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不管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你就有盼望。不管你现在成绩好坏，不管你现在考上什么样的学校，不管你现在是在怎样的公司上班，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赚的钱多，赚的钱少，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你都可以逆转胜，都可以盼望。就是现在传道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悔改。约翰一书1章9节这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灰心。灰心什么？灰心我们的外在的身体，慢慢败坏。灰心什么？灰心我现在的环境，我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上帝要让你感受到，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内在属灵的生命，我们会日日的更新。那是因为我们已寻找到创造、赏赐生命源头的上帝，我们已经跟他连接。永生的盼望不是在告别时跟安慰家属说，现在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已经到主耶稣那边去了。永生的盼望是在如今在地上就可以来经历到。当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连接的时候，不管你的身体好坏，你都会经历；你的记忆好坏，你都会经历永生的盼望。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画面，我也非常感动。看到我们教会最年长的洪兰姐阿嬷阿祖90几岁，她一到坐下来就是看桌报，在翻今天的要唱的哪个圣诗，她在翻，她在讲，她在做准备。他今天一大早来就在问你，下个礼拜有几个人受洗？他要干什么？他要准备红包给受洗的人。这是很特别的，这是一个敬虔的一个老人家，他们的模范。我想他应该心里准备好了，他每天都要回天家，每天都要回天家。永生的盼望不是在未来，永生的盼望就是在我们趁着年轻，趁着我们一口气的时候，我们紧紧抓住我们的神，那就是永生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荣耀的君王》，我们一起来唱。这里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辈子敬畏上帝，一辈子找寻他。还有这个年轻的时候，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永生的盼望，也盼望神大大的祝福我们建成教会。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断的经历神迹奇事，让建成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建成教会成为一个荣耀你的教会。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名求，阿门。